今天呢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是啊。我想呢，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，到处去玩玩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心目中那个如意郎君的条件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老了哦，不是大姐，什么老了？大姐，讨厌。我是精打又精菜，筋膜又精深，耐磨又耐用，绝不磨令骨，包你10000年。我长得这么标致，他居然不要我！我看你也是肯定有起价啦。太没面子了，若要回天庭，志在念佛。没有人要你就算了，你干嘛把气发在我身上？真的，我给走走的大路还蛮大的，越打越大。哎，好了，卖讲。哥哥，你哪会走红了？我看到你足惊的，我惊。我是倒位，让你惊到。你生做甲别人拢无同款。哪会倒位无共啊，哥。千万别气馁，千万别放弃，玩一下猫碰到笨老鼠，你就会当新娘。嘿嘿，老板来碗泡菜。嘿嘿，老板来碗泡菜。泡菜，就是一份小菜。泡菜，是一碗小菜。嘿嘿嘿。众姐妹请了，大姐请了。看今日春风吹，大地回暖。采撷枝头细寻川，百花吐蕊满庭园。夜色人间情团圆，年年都是太平年。哎呀，我说众姐妹啊，姐姐，今天呢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是啊。我想呢，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，到处去玩玩。大姐去哪里？到哪去玩？对呀，到哪里去呀？哎呀，我从昨天晚上就想到现在，也不晓得要到哪去。大姐，这种事儿呢就交给我了。我觉得呢，咱们既然都是仙女，不如就进入凡间做个精灵吧。到凡间好不好？等，小妹有意见。姐姐啊，怎么样？被玉帝知道了，我们恐怕哎呀，小妹啊，你每次都想那么多。就今天本来就是国定假日的，万一玉帝真的骂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告他违反劳基法。各位姐姐啊，可是我们这样讲也不行，我们总不能到了凡间是个男的我们就上，就是个男人我们就要吧？还是要有一个目标。
那还不简单呐！哟，怎么了？哪里有英俊的欧高兄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咱虽然咱是仙女来讲，但是咱的个性嘛是属于查某囡仔人，你知？咱查某囡仔人唔对个性较含蓄咧，才对。哎呦，莫个嫁了，愈嫁愈无成啊，你啦！你上晓什么含蓄？对啊这含蓄固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有想到哦，咱伫天庭已经过了1000年啊，哦，受到这个道德的包袱判这么久，我们应该把它解放掉。那无，到即摆哦，这家抓，这狗牙拢无洗掉。不是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心目中那个如意郎君的条件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好意思。老了啊，不是大姐，什么老了？大姐，讨厌，因为是我提议的，我先说，你先说好不好？好啦，你上条啦，来啦，爱什么条件啊？一要善良好人品，2要体贴有多情，3对菩萨要恭敬，常怀旧时有爱心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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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当。小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，谨慎应酬，勿懊恼，耐烦做事好。商量，小将自己心甜美，莫把他人过失扬，谨慎应酬，勿懊恼。耐烦做事好，商量。这个条件到哪去找啊？就是其实大姐，我最了解他了，凭他的德行，他能够找得到这样的人吗？就是嘛所以。我说啊，这个人要面对现实，什么人品好，那都是外貌而已。您瞧瞧我心里所想的那个德行，什么样啊？什么样子的？您听听，哎。我要年轻又多金，貌似潘安有热情，金银财宝数不尽，风流潇洒我爱猜忌。身穿名牌阿玛尼，皮鞋配件马萨基，房屋是雕栏玉砌，劳斯莱斯不稀奇，我会担心，全部给你一个温暖无情。哎呦，这个也不想想自己那种冬瓜投胎的样子。对是嘛？我还最贵啊，个想要吃好米。冬瓜投胎怎么样？至少我还被人家这个哎呀，医生说那里面有蛔虫，还臭屁。你们要不要听听我心里想要什么样的？不要这样子啊！讨厌，没人要。要讲一讲嘛。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我已经准备了半天了。转一转心之意，温柔细心就不在，为爱不怕千万难，要学掌声跳粉墙。哦。花美，欢喜度，三春开。
挺挑的嘛。老酸梅干还嫁得出去？对呀，要说就算是我的条件看得最普通了。哎呦，你看怎么样？听听我的条件怎么样？好极了。文采风流毛祖宗，琴棋书画样样通，终日埋首书本里，任何考试皆第一。一笔勾出好伤口，一笔写出好诗歌，一笔画出美娇娥，举世文采令人折呀，令人折。I like number one， you know。就凭你那长那个方式脸，哎呦，拜托，这是便当，打开里面还有菜耶。你这个型的很重啊，这个型的汉奸的人不爱治啦。对啊。这个型的汉奸的本数人真在晓晓的嘛。哎呦，你阮沙人因小弟笨手人。上在如夜郎君哦，我是爱讲查甫人有武功吼，较会当保佑阮这软弱的女子。你是要什么安全款的条件？害我睡来。男人最重有啊个性哦，是非黑白是爱啊分明的，做人义气好品行，亲像大家大道行。干脆呀，不多理呀评书啊，做嘞我罪呀，可以最讨厌，谁学啊一列。我表示过我功力，有理呀无理呀的话拢啊真到底，马子啊就爱温柔啊，美丽温柔。真正啊，咱这面皮了这型，搁要甲搁惊喜传承。你知影人的外父叫啥？啥？小丽丽的。哎呦，当有趣的。哎呦，你长耐力好了。我长耐力，真正听鸡皮疙瘩掉满地。让小妹要说话了。小妹，你们都选了，已经说了，那我说的时候，你们不准笑我哦。哎呀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笑你，那像你也可以来算个唱嘛，袂歹。天真活泼又可爱，每日让我笑开怀，逗我生趣又和蔼，快快乐乐不悲哀。来呀！美丽起床啊，就笑嗨嗨，任何烦恼拢会唔知哦。每时每刻那笑三摆。
我，直接跟他落卡棒哎，拜托啊！你干嘛有干他哪呀你？大姐，你到底什么样的嘛？你要什么样？哇，你讲啊，你在天庭已经真老，老到喙手拢发出来，我爹啊！哎，我实在真正讲袂出嘴啦。我若已经喊遐久吼，要叫人讲实在吼，足歹势讲的。你菜龟布饭切碎了，我紧收来做做面。安尼我看了，安尼规片咁样落落来。好啦，哎，在我说互恁听啦。文武双全最重要，志向敏捷才智高，当然要有好品貌，万贯的家财好依靠。开的条件也无介高尚啊！哎呀，是啊，到这个抗战来，咱就凊彩就好了。嘿啦，大家吼拢总有开条件，归去哦要下凡的来去。好吧，好，走吧。好，一起走吧。来，就是9月9，重阳夜，蓝军手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。就是9月9，愁更愁，情更愁，回家的打算深深在心头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9月9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9月9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9月9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9月9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9月9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9月9。各位董先生，恰了。来了，走走走呀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找老公。好精巧啊！你这样子真是太没有规矩了。男人呢？怎么一看到男人就跟苍蝇一样？好少见哦。等好久了。不可以这样子，没有家教的。姥姥，大姐啦，大姐，这个提议是我提议的。再说我又是家里面长得最标致的，所以说还是我先去好不好？这样子啊？我去了之后就可以，哎，也好吧，风顺。让你去先去试试看。来了。
唱禅师的相公是哪一位呢？相公。阿弥陀佛。相公。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。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。阿弥陀佛。你们不要摸他，不要摸他。相公，请两，小心啦。还要去？来，看样子还得不要怕他们。相公，来，是姐姐别相爱一下。不会，我会温柔对待他。慢慢用啊。相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能够在此相会，那真是三生有缘。你知道吗？我冒着违抗父命来到这边与你相会，哦，那真是做了非常大的牺牲。阿弥陀佛。有阿弥陀佛。三，我杀，不用杀，还有不能杀生的啦。相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呢，我是精打又精菜，筋膜又筋身，耐磨又耐用，绝不磨令骨，帮你10000年。相公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善的，不要气馁，还是善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啊，不能杀生。相公，阿弥陀佛。可以了吗，相公？相公，我要唱歌了，你真的不理我吗？来了。哎，我说我的冬泳歌呀，你可愿娶我做新娘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在念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救命啊！哇，那脸更小了。不是啦，你看吧，没希望了。我长得这么标致，他居然不要我，我看你也是肯定要起价啦。太没面子了。我要回天庭，是在念佛。没有人要你就算了，你干嘛把气发在我身上？真的，我给走走在大路还蛮短，越打越大。好了，所有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不成的话，你们也别想。有，不一定有。讲这个什么？你有那么好看吗？对呀。我要走了。哎呀，我来好了啦。师妹，你去要争点面子啊！姐，你们放心好了。哎，只要有我在，天庭一定抢。哎呦，你这个来个百货公司哦，大拍这样款，无好我甲竞争来使。哇 ！bingo！ 我这世人上爱这款的啦。上啊！相公请了，你能不能到中间来一下？请我。嘿，对了，我快点上。哎呦，我们真是天作之合，天上的一对，地下的一双了。嘿啊，你来看卖，我这片面这么大片，啊你的面哦，佮生甲咧哦，你这么挺拔的啦，啊咱晒出去哦，就跟咱战车同款，行到都弄到都无往不利了。我看到你的面哦，我暗时咧困哦，会拍到惊呢。什么拍到惊？拜托哦，人我的相片是偌好用的了。就像7月4日，对，7月4日个我相片摕出来使辟邪，啊若看到变数会使除臭，啊若看到名称内底会使避孕。嘿啊，偌好用的了。哦，你功能挺多的嘛哈。蛮好的，我是多功能型的啦。哎，选择我就没有错 ，Trust me，you can make it。哦呀 ，Yes。那你还为什么呢？哎呦，我唱歌唱真好听了。跟我一样，我可以一天到晚唱给你听，唱到你头为止啊。唱看看。上前喊叫问东游，一是力气，一是财，到底我是几仙女？我是几仙女啊？你说的是谁呀？我啊。你呀？嘿啊。我的妈呀！啊，叫妈！我哪有那么老啦？人家今年才18了呀。你18岁啊？哎呀，哦 ，My God！ 什么 My God？ 停了。说你老来并不老，只是我觉得太奇怪。如果你是我老婆，我是你老婆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情愿一生都吃斋。哎呦，那叫开文啊，都有
有规家伙拢吃菜啦。加油，上，你也吃素啊？但是我跟女人在痛啊。我是看到你，我宁可当和尚算了。这样子是，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是素的。好，你也是素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一个功能很好啊，我很会跳舞，我是武林高手。跳舞啦？哎，你会跳舞，有武功吗？对呀，不是那个舞啦。哦，什么舞？跳步 dance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看你一介书生，如果我跟您配合起来跳那个探戈，一定是非常完美 perfect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试看看能不能对上。好，好来首歌吧。啊，我 my love my darling you have 啊，那就算了吧，算了，这种货我怎么会喜欢呢？哎呀，是简单啊，真笑的吧？真正无路用，一只好好啊，过去啊，变老实啊，等啊。刚想个口号，我就说嘛，凭你这个长相，怎么可能能够找到他？大姐啊，进前两位姊妹啊，拢总演袂调啊，他这摆是要安怎啦？大姐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去试试看。哎呦，不要光只是试啦，要努力一点啦。知道嘛？姐姐，啊，不过我咧看吼，哎呦，你的小腹比胸部搁较悬，你知唔敢有法？说小腹，没关系啦，这是我的胸部移民到这里了啦。临行之前，我先跟你加油啦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看你会不会加油啊？对啊，这样子我们再一次吧。预备起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耶！因为相公介意不说话。请问你属什么的？我属马的，哦，真的，请问你属什么的？我属骑马的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生什么气嘛？你看我的条件这么好，你难道不喜欢我吗？你有什么好条件？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哦，也许不是人话，你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。啊，是我们说的是仙话。是，挺新鲜的话。哎，你晓得我几岁吗？啊，你几岁关我什么事？我呀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青春正28。伊讲哦，28岁呢？不是啦，16啦。哈，你才16哦？哎呦，那遐你无保养，敢若60的。60，我要说出来吓死你！我的天上已经6000多岁了我。哎，我下一句是家住在皇家。再下一句呢？再下一句我不记得了。那最后一句是空腹貌如花。就你呀？哎，花。哎，这说到花，你还真像花。这尤其远看更像花。那近看呢？近看呢？哎，像根炸坏了的烂麻花。我有那么松散吗？我。好了，算了，我跟你离婚了。啊，我们根本还没结婚呢。是你的。大姐，我怎么办？怎么会这么快了？就是啊，你实在有够可怜，你知不？那怎么办啊？大姐，安尼倒是要如何是好啦？啊，无换你去甲试看嘛，好吗？人唔敢啦，咱种姊妹伴内底都是我上介木讷、上介老实、上介含羞的。哦，你上必须就对啦。对啦。好啦，无你莫去啦。无我来试看嘛咧啦。来了。哇，你也行到床褥的啦？这不是用女的啦，用厝的啦。哎呦，侥幸哦，你哪生做遐尼矮细啦？当然是知影一个啥，这阮娘挑工甲我制作的呢。这安尼较特殊，穿衫吼布搁较少。我看你是当大人当无过。乱讲。这项我无介意。哎呦，那去拄到一只羊猫啊啦！哎呦，这只羊羔我看哦，羊毛一定足上重的，这个唔讲。帅哥，昨暝啉遐济哦，无哪得要出酒，还是要顶北？我看你这我嘛无介意。你身躯遐瘦，一定无牵绑的。
哎，咱内底有一位。哦，哈尼，你也懂过么？懂过强了。你喊人哦，喊人啊？强勇的哟。勇勇啊！你喊过没哟？呀，你懂事哎。相公，你有吃饱吗？吃饱吗？什么概念？是。你管南头啊？相公，你有吃饱吗？什么概念？你刚才要讲这两句尔呀？你敢去伴跳针呢？我都跟他学这两句尔。你甲我讲台语就好啊。安尼吼，因为我拄则吼听你唱的客歌袂歹听啦，所以我就对你吼一见钟情。你看我这赛事你会下无？袂歹，安尼敢若迄落吼做鸳鸯天使。你讲唔对，是麻药天使。你是我吼一个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。啊？你有介意我无？我介意你。袂歹呢。我拢伫厝里吼安分守己，我绝对安仪式，绝对每工等你转来甲你捞烧水。你看会介意无？哎，你莫徛伤我，你唔免伤我来。无啥下。别人扮仙，你是水也个娇；你扮的仙，你是歹个晓哦。看着心肝，去个跳跳袂平。是嘛水啊个骄哦，但是阮北长靠啊不消的，怎我不见拢逍遥？若是无娶的无菜。你即摆讲啥？我是讲你若无娶我会无菜了。安怎？后了较硬淡薄啊。有介意无？袂歹呢。你看卖呢。你妈咧说，我看你头家戆啦，你起来，你点点起来啦。我咧体格安尼有穿洗衫机无？你看。有足成的，足成的哦。足成的。你拄仔你有讲客话听有吼？会听有。好，我送你3字。哪3个字啊？爱莫爱。大姐，您瞧刚刚那个姐姐多没面子，真是。瞧我的，加油啊！谢谢您。又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来，阿姨，瞧您那俊俏的样子，真是的，一定很有钱，看得出来，您这一表人才像潘安，金银财宝在脑袋，我就选您了。可是呢，我不要，我是哪点不好啊？欧巴桑，3、4个月的新运吼，上好伫咧厝的阳台，唔好定出来，现在闹天要安怎？所以我说您空有那一表人才，您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这个可不是身孕啊，那是这是金银财宝。然后您再瞧我这个小屁股，多能生了。哎呦，这叫宰相肚里能撑船。那没错。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要了。您回吧，爱卿这边。你既然不要我，我起码也怎么样？嘿，给我一个吻呀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你的脸上，我好像那吻树皮哟。那我给你一个吻呀，可以不可以？啊，吻在我的脚上，我把你踢到法国去。竟然要把我推到法国去！我好歹也是个美仙女哎！你知道我是谁？我猜你是谁？干嘛？比大声啊！大姐，回去，快上台！他说我是个贼啊！哎，看恁哦，这妹妹吼，真正无一个有路用的啦。好，恁昨嘛出去互恁看嘛。哎呀，大姐出马了！来了。哎，哪家温状天顶，贵青年。
唔捌食到迄款烟前味。月头看到，哎哟，人规堆，你早嘛嘴烂，老高你点水哦。哎呦，又回来了。哦，我找一个较大机的。下好了，卖走。哥哥，你哪会走红了？我看到你足惊，我惊。我是倒位，互你惊到？你生做甲别人拢无共款。哪会倒位无共啊？哥，你的爸爸哪会生喺这个喙墩顶的？人个也毋是为个，人个自然就生伫这，哪会共款？啊，你若特别甲别人无共款。啊知，倒位无共啊？唔知我看到你拢足奇怪咧。有鸡皮疙瘩掉满地哦。你妈在创啥？哎呀，你唔知啊？你是叫我要创啥？不是啊，我讲互你听哦，人阮安尼住伫天顶哦，真正清冤。啊，唔着变老妖精啊！哦，伫天顶你都唔知，玉皇大帝外枵受骨的，啊你拢袂用叫阮，互阮去安尼食一下透过一下草咧，安尼哈甲清的。哦，你是伫天顶落落来？嘿咯，伫阮住顶悬呐。啊，恁住下骹。啊，你怎找我要创啊？哎呦，你看咱直直问看人要创啥，啥唔知？哥哥，人唔知人。看到你这样的，什么人会介意啦？啊？要试看嘛？你敢若去全部人呢？哎呦，你来讲啊，人就是讲要伤心起来。哎，哥哥，你既然咁不明白我的心意，回去啊，慢慢唱给你听啦。哎呀，要看笑较紧啊！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动用见到我，一定很快活。我要嫁给你当老婆。我的热情已经熄了火，不要怪我对你太冷漠。看到真面目，实在太离谱，拜托去找亚萍做老婆。哎呦，那安尼啦，我就是甲亚萍讲好啊，跳公车。嘛是脑损啦！哎呦，大舌头啊！你不是赶快去用练老车不到？哎，我也使哈遐久。各位姐姐，我看我们还是回天庭吧。哎呀，真没自信，都还没试过嘛，试一试嘛，打打气吧，加油加油吧，加油吧！预备，起。千万别气馁，千万别忘记，玩一下嘛，碰到笨老鼠，你就会当新娘。算，加油啦，手把力嘛，没关系啦，好，我去试试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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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唔免搁去啊啦，我前头拄就伫遮甲你孝想真久啊，都我就好啊，你要搁惊啥？你讲虾米？我是说，你不要再挑，你挑我就对啦。挑你啊？挑我哎？你怎么我们两个身材不一样嘛？哦，你的艺术是你长得那么高，我长得那么矮哦。对呀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不要计较那么多啦，这样才好啊。这叫做啊，你来嫁给我，我们可以品种改良啊，品种改良。改良啊！你算了，你身材啊，根本就是像那个嘛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萝卜啊！哎呀，没关系，萝卜可以做泡菜啊。你喜欢泡菜是不是？没问题，请帮忙，大家一起来。哦，来，嘿嘿，老板来碗泡菜。嘿嘿，老板来碗泡菜。泡菜，泡菜，就是一盆小菜。泡菜，泡菜，是一碗小菜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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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姐姐啊，我看我们赶快回天庭吧。哎呀，各自逃啊！我求你啦，你莫走啦！哎呀，哇，你是我真无面子呢！你没见过女人啊？爱找我们爱这样笑死人哦。对啊，名字下了了。是幽会，不要也罢。对，哎，
我们董永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是啊，董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董永吗？我不是啦。那你是谁呀？我是董水呀。哎呀，丢人现眼啊！哎呀，没有了。大家好，迎春借福，牛年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希望就是在新年里面，大家永远都那么开心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做生意的可以赚很多钱，做演员的越来越红，唱歌的歌越来越好听。我就是刘德华，恭喜恭喜！